唔知如果今晚 VJ 喺呢演唱會有咁大嘅急難嘅時候，歡哥嚟到會喺邊？歡哥，做咩啊？係用物照。哇 V 姐呢套嘢唔少錢嘅喎嚇！唔使你埋單，做咩啫？阿歡哥，V 姐同阿歡哥講，佢話：你嚟唔嚟啊？我知你冇咩識表演嘅，你咩都唔使做噶。你嚟到啲人見到阿歡哥就好開心噶啦。係咪啊？我都話㗎啦。咁其實我係有表演嘅，我嘅表演就係除眼鏡。表演完畢，俾啲掌聲。除眼鏡都係邊個嘢傻嘅？喂，講真啦，嗱，表演就冇啦，但係我係有啲感想嘅。阿 Sammy， 我覺得你而家咧，即係全香港最勁你啦！大家知道以前喺香港，不如我哋一路行一路講咯，咁大地方。以前喺香港最威水嗰個就係紅館開演唱會，而家最威水嘅嚟啟德開演唱會，但係只有佢先可以有資格同大家講。喺啟德開演唱會算係咩？你有冇喺啟德開過答謝會？答謝會呢個 Sammy， 你知唔知你幾偉大？你而家係帶咗一個新名詞俾香港。呢幾日香港咧係多咗兩個會，第一個咧就係叫做免費雪糕三合會，即係而家啲人。咩啊？啲雪糕免費大晒啊！第二個高級好多就嚟呢個答謝會啦。佢開呢個答謝會咧係戇居嘅，根本就開咗演唱會啦。喂，我哋好理性嘅，用 Elon Musk第一性原理開個演唱會需要咩啊？鄭秀文。1000米有個場地就搞掂㗎啦，嗰啲機關唔中意咪唔要咯，你中意睇機關咪去迪士尼啊啲睇咯，係咪？喂，你最好將呢度鋪翻做足球場，咁樣做都得㗎，啱唔啱？第一首歌喺嗰邊龍門，一路唱到最收尾首歌喺呢邊龍門，連人帶埋個咪鏟入去，好睇過世界盃啊！你哋拍手。喂，大家睇下你張飛係冇任何一樣嘢違反商品條例嘅，今日 OK？ 你張飛叫咩啊 ？You and me 啊，唔係呢個 me， 係呢個 me。You 喺度啊 ，me 喺度。鄭秀文亞洲巡迴，香港喺亞洲嚟啊！只有我老友係強認為。亞洲同長洲咁上下大嘅啫。You and me， 鄭秀文亞洲巡迴，前幾日劉德華仲同佢喺度巡迴咗幾個圈，所有條件做晒，做咩嘢要 cancel？ 今日就係、你唔好意思講，我講，每人俾翻一半。1880蚊 OK， 唔使880，現金掉上嚟。你睇到你啲 fans 嘅熱情，揈棍嘅咋？一講到錢係揈棍嘅咋？點解會搞到今日咁？8年前，我應該8、9年前幫你做嘉賓，嗰時我完全唔識佢。而家我對佢好熟悉，我知佢好多缺點。點解會搞咗呢壇嘢？因為呢個人咧，對付出與收穫嘅唔成正比係冇概念。
佢唔知咩叫金錢呢個概念。我爆一樣好私隱嘅嘢俾大家聽。我哋拍戲啊，拍戲有所謂萬歲，即係請啲手足食下嘢。我有請㗎，一人一支雪條，一日食一支，100人開工有100支雪條，我請得起啊！佢又學人萬歲，佢係買咗個雪糕櫃喺度，租嘅就係租啦嚇，但係點樣食法咧？任食，唔係食一日，係拍幾耐食幾耐。各位你須知道，我平日唔食雪條嘅，我至多一日食一次。但係如果唔使錢，一日食3支咁好合理啊！開工食一支，收工食一支，帶支翻屋企，好合理啊！但係嗰支帶翻屋企會溶啊嘛，咁你點啊？咪攞多幾支包住嗰支咪唔溶咯？咁就一個人一日食10支8支，成100人一日食成1000支雪條，拍幾十日，係用幾多錢啊？佢係冇金錢概念，所以個雪糕品牌見我咁陰功，後尾佢話等我嚟，見你咁樣都唔係辦法。呢啲真係好心有好報。所以今日呢個嘅答謝會都係啦 ，Sammy 咁樣咁大嘅誠意，不計回報俾大家，大家係咪應該俾啲鼓勵？真係辛苦晒，辛苦晒。好啦，黃子華係唔識唱歌，但係歡歌係有唱歌。做隻出位的馬仔，係warm up啫嚇，知仍舊記憶，這擁抱極美好，愛有千般重過羅湖的鐵路，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，穿窿縫被你修補。從前咁多位也未能做到，是你來喚醒我，發達才能被愛慕，但回頭望到你，為我好自己唔好，我這幸運兒合着眼睛，只得你見石身影。如果這記憶非愛情，連天都不會太高興。莫非我終身美麗，才值得勾勾手指發誓，對你不知感激敬禮，當你自己才是虛偽。莫非必須要作弊，才值得分享你的一切？給你自信，給你地位，你有幸福不會流逝，讓他們多漂亮，未求你矜貴。嗱，呢句真啊！讓在他們的眼內，你係最矜貴。安哥，子華，真係好多謝子華。尋晚先拍完大通宵，眼又生瘡，又便秘咁樣，又唔知咩感覺。而家熟到咁嘅真係好離譜嘅啫。
我真係好感動，多謝李子華2次演唱會，你都搞盡腦汁幫我度咗咁多嘢，呢個拍檔真係唔壞得。好多謝黃子華，多謝歡哥，一個我在工作時都好喜歡、好欣賞嘅人，黃子華。